完塔羅牌就可以即刻開始創業？首先要睇下你點樣定義。創業係一個漫長嘅過程，如果係只可以做到接單收錢占卜呢，我有啲學生未上最後一堂都已經做到啦。如果想學習點樣做到呢樣嘢，即係客人願意為你嘅服務埋單，跟我學習可以比你想象中容易。而好多學生以前零基礎都真係冇諗過㗎喎。但如果創業係指可以成為一個長遠發展、持續有生意、有新或者舊客戶揾你提供服務，一樣坦白講呢，就唔一定個個人做到啦。關鍵在於你點樣睇做占卜、創業嘅心態等等，要用心構思同埋設立個人品牌 IP， 例如設置 IG、Facebook 或者其他社交平台，俾更多人知道同認識你，宣傳推廣方案啦、渠道啦，其中包括設計、圖片、文案、直播、拍片等等，吸引粉絲。點樣由大眾占卜或者係免費低價體驗，到設立唔同嘅收費服務項目。當有客人查詢嘅時候，又要學習點樣同客戶溝通。當然啦，唔係個個人都適合創業嘅。不過如果你有興趣知道點樣做到占卜師，歡迎嚟我哋每月舉行嘅塔羅工作坊，每位150蚊就可以體驗占卜同埋試下唔使背牌意都做到好準嘅占卜啦。當然正式上堂學習，我係會分享更多我自己或者同學嘅經驗，點樣做到占卜師，甚至可以開始身心靈創業。記住呢條路開始雖然比你想象中容易，但要做得好同埋 keep 住有生意呢，就反而唔好心急，唔好缺份工，建議由兼職開始嘅。想知道更多呢行嘅創業秘密，歡迎報名我嘅塔羅工作坊或者課程。工作坊每個月都好快滿額㗎，記得追蹤我香港專業塔羅協會會長 Manny 嘅 IG， 一齊探索塔羅嘅世界。